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台中的清水，有一台车刚停伫巷仔口，为围路迄天一直停到初五，妨害着出入，结果车卡去互喷油漆，喷卖停2个大字。车主是出面来回释的，讲因为围路迄天车害去，佮着急要去食围路，才会甲车挡伫巷仔口。警方讲，这个车停伫个交车路口10公尺内，已经明显违法，相关的当罚款1200块。巷仔口插一台红喷漆的轿车，详细看车尾个红写“卖停”这2字。迄车用挡看，挡的啊！一天出去车足多，嘛唔知谁甲喷，才甲喷到规个，甲喷误停啊！理论上停在那里也很奇怪啊，刚好弯过去的地方啊。这台车就插伫咧台中市清水区的高美路。附近的民众讲，这台车对29暝迄天都有看，一路停到初五。不过这台车就刚插伫咧巷仔口，无论车要驶入来，也是要驶出去，只要轿车刚挡伫遮，就有可能会因为视线去挡着发生影响。警方伫初五迄天透过车牌联络着车主，车主解释讲，29暝迄天是车的胖脯临时出问题，不过着急要载千人去食团圆饭，一日着急才会将车插伫咧路边。我也不对，我不是，但是。对方这样我觉得有比较过分了。你可以给个指过，不是说不处理。过年真的我零件也找不到。警方讲，车主就讲插伫咧相车路口的10公尺内，明显违规，将会依照规定依法。以违反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》第56条第1项第1款规定。处罚新台币600元以上1200元以下罚款。车主违规停车去红开单，车个红喷漆警告。虽然车已经处理清气，当事车主也无要告，不过警方提醒，民众若看到有车违规乌白擦，第一时间应该爱报警处理。若是乌白去共喷漆造成毁损，恐惊得爱负法律责任。Hello， 我是林纯佩。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或是体坛动态吗？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